市民时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时声节目。2018台南市长选举，民进党的部分呢，已经确定由现任的立法委员黄伟哲代表因民进党呢来参选后一届台南市长。啊，真侪人拢讲吼，你只要呢伫民进党的初选呢，来过关的话，安尼差不多就已经是要来当选着台南市长。但是事实上，敢真正是安尼呢？其实即马呢，咱的选民这个自主性都是非常高、非常强的。而且呢，如果说这个国民党甲咱泛蓝呢，若是当推出有够强的这个人选的话，这都有可能会来变盘。所以今仔日呢，咱特别邀请到国民党呢，有意要来挑战2018台南市长选举的候选人，到咱节目当中。咱今马就来欢迎呢，这位是曾经担任过立法委员，也有政务委员的高思博，欢迎高思博。碧纯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思博好哈。那么你是不是给咱的市民乡亲来报告一下，你准备好要参选台南市长了吗？我想碧纯这个问题一针见血我要跟咱的广大的市民朋友做一个报告师傅已经准备一段时间希望有机会会当为咱广大的市民朋友来做这个服务我想伫咱民主社会想要做公共服务上重要、上唯一的途径就是参选，所以我是要准备参选台南市长。是好，非常明确的，就是要来参选台南市长。和那民进党的部分咱讲今仔日呢，这个已经民调结果出来了，由黄伟哲确定当选了要就是当选他们民进党的这个代表就对了，是分秀了。对，然后今天呢，我们知道说你下午立马就有在那个各个路口呢设立你的新的这个看板那看板呢就写思博不赖，你打的主题是思博不赖为什么用思博不赖呢？碧纯也又问到一个非常到位的问题思博不赖我主要想要跟大家讲说，它有4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不赖，当然指的就是我不赖了我不赖，我这个人还不错是个还不错的选手大家当常科跨麦那第2个层次的不赖很多朋友也有猜到我们讲的是不赖神。我们这个民进党初选前一阵子大家人人都跟赖院长靠在一起、绑在一起大概除了李俊毅委员以外，人人都是跟他绑在一起。因为他在台南选票多。对，但是就是人人都挖行嘛那但是只有我不依赖那当然我不依赖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那我跟他在政治理念上不同，政治阵营也不同，所以不能依赖我们不赖神。是第3个这个不赖的层次是不赖皮不赖皮因为我对这个缓拿要让监合伊应该要行的一个相关的程序我有一些非常明确而清楚的看法。那意思就是这个程序行过以后，大家就照这样不赖皮而且好酸赢那些别人也没关系那当然如果是我的话，我当然就是努力的去争取大家的支持嘛当然我是不错的选手但是如果万一不是我，那我也可以，所以不赖皮不赖皮。第4个最重要的叫不依赖蓝绿。那不依赖蓝绿就是我们台南市本来一般来讲对蓝的来讲是个很不好选的地方，对，所以我们希望走出一条政治新的一条路线，就是卖依赖过去蓝绿的那个选票结构这要行出一个新的路线，有新的诉求，所以这是我4个不赖主要的4大的面向的4个意思。原来这叫做思博不赖啦这个含义还颇深的。和安尼竟然讲有可能你上届大对手的是这个黄伟哲嘛那你怎么来看黄伟哲这个人？我觉得黄委员当然他在这一次很激烈的初选里面胜出，我们首先还是要恭喜他因为这个也很不容易是但我想我希望那是未来他们竞争我期待伊会当展现第一个更多的个人的风格因为他其实个人的条件算是也很不错那但是在这一次初选里面感觉这个一个人的这好的条件有一点好看起，有点被掩盖住。为什么？因为他跟另外
几位竞争的人哈，尤其是主要跟这个竞争的陈亭妃委员，两个人好像变成是两个大的派系哈的选手啊，两个人那就讲大家是要来为派系拼地盘啦，哈，我认为这个其实掩盖住他个人的一些好的条件，而且也让他变成好像是派系代言人，所以我认为，如果在将来选举，我们希望黄伟哲委员可以多展现个人他的好的条件跟优势，来逼这行哦，逼这派系代表靠艺术啦。好，所以我们认为说他期待他能够多展现个人的这个好的条件。好，那我想大概在第二个当然是希望说，选举中间、初选中间一些大家攻击他有的没有的一些事情，苏破到底下控现在较无根据、无艺术的遐个代志，我不会在这个后面选举的过程里面拿出来为难他，但是如果是有根据的，比方说现在在进行中的相关有司法案件，这个要说清楚，但是一款无上面根据、纯粹靠传闻的这种事情，大家在往后的选举里面都不要打这种，好，所以我希望将来有一个好的一个良性竞争。对，这样非常好诶，君子之争呐，好。你面对着讲吼，这个后一届台南市长的选举，咱知影讲目前哦，国民党有意要参选，也有这个前台南大学的校长黄秀双，是。好，另外就是这个前警察局长陈子敬，对他不是国民党，对他不是国民党哈。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可能面对国民党这个提名策略，你有什么样的看法跟建议？有的人觉得说应该把陈子敬纳入这个民调，但是有的认为就不用啊。那您的看法呢？我是认为以我们台南市基本的一个格局来讲我是主张第一要把这个泛蓝的陈子敬局长纳入这个无条件的纳入这个整合无条件纳入。你说附条件，比方说有人主张说他要先加入国民党他就认为说伊用无动的算，以他合算嘛你也讲要叫伊加入国民党，他不愿意这个不愿意，这整合不就永远不会成功？对。在我们台南市，你说整合不成功，两组人出来选，这个没有，简直是不可想象嘛！不可想象说你牙嘛，不可怜嘛！所以我是认为，第一，无条件的把它纳入整合的这个范围里面。第二个，我是主张说，我们必须这个要有一个很好的公平的一个机制，所以我主张一阶段就把大家要谁来代表泛蓝当选手，一阶段就把它解决。假如要做民调的话，一阶段就把它解决。那当然，如果说你是透过协调或者是其他的机制，公大家当共推，当然这更没有问题。但是要民调。一阶段就给改管，卖讲分两阶段，因为分两阶段有很多不公平的情况。第三个重点是时间，因为现在民进党已经完成初选，对，他们这段时间会积极去整合，我认为他们会很快的啦，很像说用军队来做比喻啦，他们会很快的支持者会集结，会凝聚啦。等到3月底的时候，我认为因这个整合可能也进行到一个差不多的阶段，所以如果这个泛蓝要进行这个整合的话，我强力主张在3月底以前这个事情要完成，不然的话我们会陷入一个非常不利的一个局面。对，所以就是希望讲在3月底上盖班一定要整合出来。那无民进党方面可能整合好势他们就已经提前开跑了嘛，对不对？咱就输人一大步。人的饮食拢已经摆好势嘛，咱这边你还是散兵游泳的状态，这样没办法打仗的啦。对，所以这个时间是相当重要的。时间很重要，时间很重要。所以其实面对一般就是讲历年来大家拢会感觉讲，在咱台南市的选举就是绿大于蓝。你只要民进党推派出来好选，你那就是运动算的嘛。那面对这样子的话，很多人的讲，您国民党推出来的候选人根本就是牺牲党。对你来讲，你会不会觉得说，如果真的由你代表来参选这个台南市长的话，会不会觉得这个选战打得非常艰辛？碧纯说的这个也有一部分确实是不能否认的事实，就是民进党在台南执政了20多年了，所以这个地方确实你说他。这个20多年的一个权力的布局耕耘啦，所以他确实在这里有非常强的一个我们讲说一个基地啦，那所以
艰困是真的，哈，对，那绿大于蓝也是真的，哈，但是你是国民党或者是泛蓝，哈，是不是一定就没有机会突破？哈，我倒不这么认为，好，那不这么认为的一个原因有两个，哈，第一个原因是民进党做得不好，好，那做得不好，中央的部分我们就不多谈了，哈，因为中央的部分大家知道说他们赢者一邀啦。大概一路都是争议啦，好，从劳基法、年金改革、司法改革，好，然后到这个最近的，比方劳基法的修法，哈，这些全部都引发很剧烈的争议，还有同婚，好，全部都是很剧烈的争议，好，但是咱卖讲中央的部分、地方的部分啦，我们看一个我带来的一个是最近哈《远见》杂志发布的一个。6都竞争力的调查，哈，大家也可以看一下。事实上，这个台南市在民进党执政2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哈，在6都的排比里面啊，竞争力我们是最后一名。好，那你说6都这个台南市它本来人口就比较少，经济产值上也没有那么好，好，但是我们那我们比全国好了，好，它在全国的县市里面。它排名也是中后段班，好，所以它成绩的表现都不突出啦，好，都不突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如果民进党做得好，那确实你说他在一个绿大于蓝的一个基本盘的情况下，他要打他很困难。但是他做的并不好，好，这他做的并不好。那当然我们也要讲，国民党或者是泛蓝是不是能够提供给人家一个新的，或者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啦。那我就是刚刚跟碧纯讲说，所以我们要走出一个不依赖蓝绿传统结构的新路线。安内靠可能，因为不然的话，国民党也不一定能够让市民觉得说，你国民党，你看民进党是不怎么样啦，但是国民党你告我逼民进党提出一些让人家觉得到位乐园民家，所以我觉得要走出一个不依赖传统蓝绿结构的一个新政治路线，这样才有可能。那我认为。我有没有提出这样的一个东西啦？哈，我认为我会提出这样的东西，所以我认为这一仗是值得打、有意义的啦。是，所以有信心啦，哈，所以你安尼讲起来嘛算是哈。所以其实依照你带来这个民调的话，就是表示说，之前可能民进党在执政在台南市做的这个竞争力并没有很好。那另外你觉得说，可能在台南市的部分，还有哪些部分可能是做的不好，民众会关心的呢？我觉得根据这个一个最近叫做公信力他们做的民调，公信力这个是一个蛮有名的公司啦，连那个民进党初选的时候，他们也有找这间公司啦哈。有2件事情是非常突出我们台南人大家特别关心的啦哈。是。几行是大家担心的代志啦，好，大家担心的代志，第1号大家东山院是以登革热。对啊，天高嘞。是登革热，好啊，登革热。在2015年它让我们台南市有非常惨重的一个损失啦。你讲大家看一张就知影我们跟大家简单报告一下，专台湾43000人啦，染上登革热。对。其中2万2啦，在咱台南市啦。那2万2里面，这个全国的死亡人数有118个人，那我们台南市占了112，占了一半了，一半多。那所以这个是台南市民在那个民调里面显示出来，他们持续担心的事情。因为这个登革热的事情，你知影讲伊刚个会登来啦。对。所以这个是他们持续担心的事情，而且他们认为在上一次的这个登革热的事件里面，市政府要负最大的责任。就是在这边。对。有45%。市政府要负最大的责任。这来对当然。有的这个数字，有的是讲说市政府卫生局要负最大的责任，有的是市政府环保局加逼着市政府细到我发。那这其中的话，就是中央政府是6%，百姓自己11%，天灾11%，对。那无反应的27%，那市政府呢，民众觉得是45%。对，这是我们台南人大家反映出来的担忧啦，另外你讲这个。大家想要什么的东西啦，大家另外一个强烈的反应也可以显示出来，大家对我们台南市一般性的看法有84.7%的民众是非常希望说市政府能够设立这个共同的
托老托幼的一个中心，哈，那托老托幼可能就是在一个里面哈，设一个地方，当吼，记得老大人哈，看小朋友啦，当然是学龄前的小朋友啦，哈，大家都可以去那边哈，接受日间的一个照顾，哈，那这个当然也反映出来说，一般我们台南人对我们台南市的看法，哈，认为讲咱是一个哈，这个老化还算是蛮严重的一个地方，所以老人家需要照顾。那但另外一方面，小朋友哈，是这个很多上班族大家关心的，所以他们希望说能够设立一个他们可以相信可靠的托老托幼的一个中心，所以他们对幼托整合这些事情，托老托幼整合这件事情，他们表示出非常强烈的一个支持。好，这是那个民调上显示出来另外一部分。对对对，所以思博其实你真的抓到重点了。这个登革热的问题跟这个托老托幼，真正是跟市民就是非常相关的。那市民朋友也真的是，其实日常生活当中最关心的，其实就是会这些事情。对。然后另外呢，就是说前一波在台南市啊，可能大家很关心呢就是我们这个房屋税的这个地价税调高的问题。他说是为了增加市库嘛，然后结果呢，就是说这个部分的话，您个人的看法又是怎样？我是认为讲当然啦，政府你要做代志需要财政，需要钱啦，但是政府要需要钱做事对，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是，它要取之有道啊，政府要调高这个税啊，要有正当的程序。但是咱看这个地价税跟房屋税调涨的一个过程啦，它事实上是一纸公文啊，把这个很久没有调，没错，但是它一次调了，一次调近2倍，一次调地价税、房屋税涨2倍，2倍意思就是说，人家本来你去年缴这个5000块，今年要缴到1万了，我觉得政府不能常常当这种突袭人家的人，因为你讲给交一倍，好像政府觉得说5000到1万不痛不痒啊。你怎么知道说人家本来那个5000块啊，可能是有另外有安排其他用的，比方说可能要缴学费啊。对啊，一般如果赚2、3万的，真的很所以你不能用这种突袭的方式啦。这个就是为什么民进党政府做一些事情，有时候引起人家的一些民怨呐。比如说你说你要把这个修改劳基法，那你增加很多劳工让他能够有福利。但是你也增加了很多业主的负担，那这种事情不能突袭嘛？你要让人家说我你几年时间去准备，那这样的话大家再来调。但是你这个是突然的就调高，所以我觉得即使是要为这个政府争取财源多做事，这个手段也有问题。何况啦，我认为这个争取到了这个财源啦，要用到什么地方去？这个话要说清楚。我认为这个很多用到社会福利呀，卖公啊，他们是这样讲的，卖公啊加模糊啦，要讲就要讲说你增加财源，那要用在什么地方？那当然我是认为说，以我们现在的经济状况去增加大家突然的增加这样的巨幅增加财源的这样的一个负担我觉得对大家来讲影响很大。那我认为。这样的做法是有问题的。何况最近还有很多人在讲说，市政府它在这个很多地方还加强拖吊，比方说大家停车很多，常常车子开回来就不见了，那种听说也是要增加市库，但是这种做法都是不正当的。对，所以就这一份的话，我们来看太高的有74.5。所以这个比例真的是算蛮高的啦。对，2倍嘛，一下子跳2倍嘛。对，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的咱知影我们前台南市长也就是现在的行政院长赖清德，其实在咱台南市是拥有相当高的知名度。然后你有讲到大家都称他赖神嘛，然后你看民进党候选人出来算的时阵都爱和你合照啊，因为他真的是在台南一定有他的影响力啦。那之前我们知道说你在选这个立委选举的时候有一些因素跟他有一些争议，这个部分你可不可以谈一谈？我最后一次这个2008年那一次竞选立法委员的时候，确实刚好那个赖院长是我的这个竞争的对手那当然那一次这个他选赢了啦，我输他5000票所以从那个时候这个就没有办法再帮台南的乡亲再做直接的服务了因为后来我就到行政院去了。对，那
我跟他没有什么，虽然说他是竞争者哈，以前是竞争者，但我跟他没有什么个人的一些恩怨或私怨，那个都已经是那个10年前的事情了哈。那我是觉得他现在当行政院长哈，从我们台南市跳到中央去当行政院院长，我是认为说一地呆蓝啦哈。我并不认为说他是这个把我们台南市够料紧贺啦，所以我刚刚讲说我们台南竞争力事实上都不行嘛，所以我并不认为他把我们台南市这个做得非常的好，我事实上我可以这么，我还认为说之前，比方说他的前任许天台市长或者是苏焕智县长，我认为比较有具体的建树，是那。但是他到中央去当行政院院长我认为以他现在在民进党里面的这种政治地位啦，他确实是一个民进党现在需要的行政院长，这个我倒不否认，因为行政院长现在能够像他一样具有政治的分量、政治实力，能够应付立法院，而且能够这个有相关的历练，能够及时回应。社会上的这种民意的需求我倒觉得现在他是一个民进党会需要的一个行政院长，可能他是民进党里面可能是大概也是最好的人选吧。但是有些行政院长可以做的比较久，有些行政院长做的没有办法做很久。那我倒是认为他是一个有政治实力的人啦。所以他在行政院长上面，我认为他是可以。把民进党政府这个好像稳下来，但是我认为他这个可以做得久，但是就像他在台南市这个长期在这边一样，是不是能够做得好？我事实上抱持一个怀疑的态度。那这个也不完全是针对他，因为对民进党整体的政治路线会不会把台湾带到好的地方去，我本来就怀疑。好，所以讲到说，既然你要来参选了就是说，每个候选人或者说要执政的人，一定要对自己未来的执政有一定的看法。那你来看，你刚刚有讲到说，我们台南市的竞争力好像在持续的衰退。那你看我们台南市，你觉得台南市发展怎样？有没有改善的空间？我觉得我们台南市有很大的改善的空间。那讲，因为咱台南市这个大家知影讲以前咱台南市有一个真有名的。诗人叫叶石涛他说他觉得我们台南市他感觉上好的是，咱是一个适合做梦、干活、恋爱、结婚、悠闲过日子的地方。所以他意思是说，我们是一个很适合成家结婚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现在是不是做到了这些事情？我认为我们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因为如果你我们这里地方要好成家啦，我认为3件事情最重要啦。成家得要有经济啦，经济。你要互人有法度伫咱这个所在成家立业成家立业就是要找有头路啦，还是上基本的啦。但是我们这里对我们自己台南子弟来讲，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啦。大家要台南的子弟怎么样能够回乡服务？但是咱家的工作机会的供应始终不足。那最近有一些很大的计划，比方说台积电，他决定在这边开新园区，要做大投资。好啊，这是对咱。这个就业机会有帮助嘛？但是台积电它附带一个要求台积电的要求是说，不能缺水缺电。那你不能缺水缺电，你要赶快改过啦。但是你民进党又说你现在是要非核家园，那非核家园你又不够电，那不够电，你前一阵子又只好把核2厂的2号机重新启动。所以我讲，它这里有很多你要有经济，你就必须有一些。困难的选择，要丢掉自己的意识形态，这哪这会搞，较有经济嘛，所以你讲没经济，人家没办法成家，第二个，我认为价值观，我们台南传统的这个价值观很重要，要保持啦。我跟毕存讲说，我认为像什么样的价值观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台南适合成家，我们有一个很重要重视家庭的这种传统价值。我认为民进党为了要让这个同性婚姻合法化，要把100年的民法啦，包括夫妻、父母、子女的这些定义啦，全部都要
把它推翻啦。我认为这是一个对于传统极大的不尊重。我基本上认为这不是我们台南人的价值观。好，所以我认为我们台南就是在价值观上面，好，我们要守护传统。好，这样的话才是我们的精神。第三个要成家，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是，不能有这种欺负人的政府啦，没使有一个欺负人的政府啦。那现在民进党的很多做法哈，他常常批评过去国民党是威权哈，但是民进党现在的很多做法其实也很像是新威权，差别干那几行过去无选票哈，因即嘛是当投票投出来，但是投票投出来就表示说你这个权利是不受限制吗？我们有很多事情都这样，比方说一纸公文不能烧香，又是一纸公文就说你这个里要废除要合并，也是同样修改了几条法律，就说你这个水利会几百亿的资产变成政府的，这个我都认为这种都是政府太过霸道。民选的政府只是说你是大家支持出来的，也不表示说你的权利那就兄弟嘞，这个是不对的。所以我认为要让我们台南好成家，一定要有经济，我们要有价值观，然后最后政府不能霸道。好，那我们再来谈一谈哦，你对我们这个台南的话，你有什么样的施政的蓝图呢？我认为我们要让台南这个像我刚刚讲的好成家，我刚刚讲的是说民进党做的负面的事情，那我们要做正面的事情。是好，正面的事情，我认为第一要有经济，对不对？好，那经济上要怎么做？好，我认为我们要这个增加这个投资，增加就业机会。好，那这种增加投资、增加就业机会有很多我们在民调上看到，台南人最希望的是观光跟高科技。好，那我们如果要让台南可以真的发挥出它的潜力啦，我们有很多相关的基础设施啊，一定要把它加强。比方说以观光来讲我跟碧纯这个特别说一下，我们以前在交通部观光局有一个计划叫南区光点那个计划，因为刚好那个时候我还在这个学校教书所以也跟一群很有兴趣的朋友来了，这回讲咱来帮台南市做这个代志啦，做这个南区光南区光点它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说，有一寡足好的旅游路线啦，伊希望讲咱会当把这个英日文的资料能够上网，意思就是讲台南外国人用手机来就会当这个知道说台南要怎么玩，要怎么玩。那我是觉得说我们在这一方面的投资啦，就是你要让台南的以观光来讲，你要让台南的经济活络我们的基础建设的投资事实上是不足的啦。那这个事情要怎么样去突破？我认为要有很大的一个创新。因为中央你去跟他伸手要钱，一马咖喱公国博，所以这个一定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创新的做法。比方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容许某些计划它如果将来有自偿性的话，它举债的上限可以上升。那这样的话，你让一个有经济发展的事情，你先做投资，然后它有回收。那可是问题是我们现在市政府很多时候它这个举债的空间会受限。对啊。所以那有经济，我们要有大的投资项目啦。那我认为这个另外一个是我认为如果我来做的话，是我们要把这个我们现在讲说200这块建户我们要把它大量的权力不是集中在市政府而是把它放到这个接近基层民众的地方。所以我是赞成有一个见解这个以前苏焕智前县长有讲过我这个见解跟他是类似。是我很赞成我们要恢复这个以前要台南县的部分要恢复区长的直接选举。恢复区长直接选举恢复区长的直接选举。因为这样的话才能把资源跟权力放到第一线，让因接近民众的这个地方建户他的这个行政的这个最接触到第一线的让他们有权利去及时为民众服务。比方说那个有一个例子很明显，就是那红台鬼医疗啦，以前
那我兄弟公售的时阵，人家1个礼拜之内都可以把这个街面都扫干净，好，但是我们现在权力跟资源集中在永华市政中心市政府，你很多地方是1个礼拜，台风过以后哈，事实上那个落叶什么东西都没有处理，因为你派不出那么多人，对，啊，在哪里口，那个人本来兄弟去处理，人家一下就处理好了，所以我赞成说政府不要那么权力不要那么集中，不要那么二把，好，所以我赞成恢复这种我们基层的地方自治。那赖院长这个事情的主张刚好跟我们相反，赖院长是认为全台湾要多成立直辖市，意思就是说乡镇市这级的那个自治哦，要多取消，要全部都变成是直辖市。我反对这样的模式，我认为应该是把权力下放才对。对，所以区长直接选举哇，又丢出了一个很棒的一个议题耶。对，我赞成这样子。是，好，所以对于执政你的具体政策有没有什么可以现在跟我们市民分享的？我觉得哈，我们希望这个将来台南市哈，如果有机会来做的话了哈，我当然是希望说目标很清楚，我们希望它能够成为一个适合成家的地方。好。那我认为民进党在这些事情，虽然他们大家嘴巴都讲说我们要让台南市适合成家，对，但是我认为他们做的事情通通都是相反，在经济价值跟政府不霸道方面，我觉得他们做的都是相反。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这3方面去做好好的去做调整，争取投资，所以要克服，而且要克服很多这个财政上的困难。对，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维护好的传统的价值观，好，然后第3个。我们要把这个权力下放，才能让以前不管是很多人提过说每个乡镇都有特色，或一乡一产品，好，这个才有可能。是好，那我们希望能够把权力下放，让全台南市不要变成是一个我们本身内部差距都越来越大的地方。好，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个数字，那台南市升格以后啦，好，这个我们。这个37个区啦，平均的家户所得是84万啦，84万。好，但是我们有几个区是在这个平均值以上，我们只有9个区在这个平均值以上，意思就是说，咱把它高区是剩超过平均值，剩较有钱的啦。好，那剩下的28区都是平均值以下，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升格这10年的过程里面呢。我们本身不要跟北部比哦，我们本身事实上也是处在一个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的状态。好，所以我认为这个是对我们台南市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平衡的。好，所以很多人都提到说 K8没发电啊，K8像新营是一个很最惨最没落的一个地方。所以光这一点，民进党所有人在初选过程中都主张过说。西北要翻转啊 ，K8爱复兴啊，从这一点就可以来讲说，其实过去升格赖院长在台南市的这个执政，事实上是让我们台南市不平衡的现象进一步的恶化。好，所以我不认为他做的是一个成功的市长。好，所以我刚刚讲的是说，他做的去当院长是一个民进党需要的院长，但是我不认为他在台南市做得很成功。好，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让台南市平衡的发展。西南西北好 K 南 K 北得到一个平均的发展，而不要让现在这个咱内部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这个趋势继续恶化下去。那安尼啦，咱台南市开是一个好生活的所在啦。是哇，师伯真的不愧是一名学者哦，你讲的物件都是拿出数据来的哈，真的有数据来当依据才来讲的哈。那我们知道说你曾经担任过立法委员、蒙藏委员会的委员长、行政院的政务委员，然后你现在还是世新大学法律系的副教授跟国民党中央委员。那这些年来哈，这些历练呐，真的让你准备好、有信心来参选台南市长？我认为我过去的这些历练呐，对我。最有帮助的是当立法委员跟在行政院当政务委员啦。是。那因为所有现在目前有兴趣想要这个争取为市民服务机会的所有的这些候选人啦，大概只有我我既当过民意代表，那我也在政府里面当过政务官啦。对。那民意代表让我常常体会到说，社会一寡这个看不到的角落。
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那我觉得民意代表常常反映出来了，都是社会的那个病理啦，得有社会破病的所在需要处理啦，所以大家在那个立法院，行政官员常常觉得在立法院里面做一天好像是一件很烦的、很无聊的事情，我不这么觉得。我觉得民意代表在立法院提出来的那些问题跟质询，很多是到位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讲的真的是社会上真的需要救济处理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讲，这个民意代表当责这个最好的一个功能跟贡献是，它反映社会的民情。我做过民意代表，所以我觉得这个功能非常的重要。我当官的时候，我对于民意代表在这个议会殿堂做的建议啊，我都非常注意的去听。是。但是民意代表只能反映问题，他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对。解决问题要到行政部门。那所以我认为我在行政院政务委员的任上学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政府内部的复杂性，而且政府你要把它运作的好一定要处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政府机关通常都很本位主义。就是大家用干嘛讲，那就反应像恐龙一样做慢呢，因为它有很强的本位主义，大家用给它过家己的代志啦。我们的公务员很多也长期都在一个系统里面，比方说他在财政局，他就一辈子在这个地方，他很少去顾说整体是怎么样。可是就市民的角度来讲，一看到是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代志要怎么处理，但是你是财政局要处理，还是卫生局要处理，他不在乎这个。这个是你要对政府内行的人，你有办法去运作，把这个整体让它动起来。我认为我在行政院的这个历练，让我知道说政府要怎么去运作。所以我觉得我的一个跟别人比起来，一个别人可能比较其他的参选的人没有的一个特点是，我有民意代表的历练，所以我知道社会。是，但是我会运作政府，因为我当过行政院的政务委员，是，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特点。那我也当然希望有机会把我这些经验，我的这些累积有机会贡献给我们的故乡台南市。好，那现在你可能就是要面临这个国民党或是泛蓝的整合的这个问题嘛，那有一个对手就是这个我们台南大学的校长黄秀双，阿姨嘛是顶一届代表参选的啦，另外几位的是之前的这个警察局长陈子敬嘛，那你怎么看待这两位对手？这两位都是朋友。都是朋友。对，我跟两位都算是熟识像是尤其像陈子敬陈局长，他以前在高速公路警察局局长的时候，他的预算如果送来行政院，很多都是我在帮他处理的，所以大家都有交情的。是。那我基本上是觉得说，大家一起愿意出来在台南市这个对蓝军来讲比较艰困的地方共同来拍拼这个没有什么不好，这好事但是我是希望说，大家既然也认知到一个现实，就是说，咱里基的收窄哪不监合是不通的，行不通的。那我希望大家，包括我在内大家也要有一个胸怀，说，将来如果整合，人选不一定是我，那大家也可以接受。我觉得大家都这么想，我可以接受。就是你可以整合，那人选。是不是一定要我可以接受，我就不一定要我也没关系。对，那就支持别人嘛。总是让台南市有一个这个超出民进党20年来的一个新的选择。那我觉得这都是好事。所以他们两位我也就是大家互相就是互相鼓励嘛。大家互相鼓励，互相打拼但是我这个期待大家要整合，而且要越快越好。对。所以泛蓝真的没有分裂的本钱对，没有，而且也没有道理啦。你对支持者来讲，这把没要多高待。对呀，是呀。所以你跟这两位都是好朋友。其实这中间的话，你们有谈到过这个有关初选的问题吗？这个事情是因为，我们现在是3个人所以如果你要讲的话，就是这个所谓初选是你一个党内的事情。现在问题是我们有一位就是陈局长，他不是国民党的，所以你要把他纳入。那纳入到底要用什么方式来决定？这个要他也同意才行。所以你光自己讲说，我被筹算人不爱参加，那你也没办法。所以重点是大家要有一个愿意整合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态度。
对。那至于说这个方式要怎么样，就采取公平合理的，大家都可以接受。对，所以要由国民党或者党部这方面出面来跟这个陈子敬前局长来做个协调。对，那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排斥人家。你愿意整合的意思就是说，人选要是不是国民党的，你也要能够非常乐意的接受。对对。你这个才叫做整合嘛。对。不然你如果说一定要国民党，那你这个就没意思了嘛。对，好，那就是期待说，在3月底之前，看看我们泛蓝这方面能不能整合出一个候选人，这样才有机会可以跟这个我们的民进党来拼呐，哈。对。好，那师伯，那你现在怎么样来进行说，你目前在做哪些准备，可以来参选台南市长，做了什么准备吗？我觉得我们这个月过年后最重要的第一个事情是把我们的心意啊，透过各种管道包括文宣，包括地方的这个组织式的管道还有面对面的一种方式我们希望我们把这个心意跟大家能够报告清楚。那当然第一阶段我们可能要先把我们自己蓝军的支持者能够让他们安心就是说这个状态有在进行一些整合大家这个稍安勿躁不然的话人家可能会觉得民进党的人弄出来你弄不进度，这样也不行所以我们要先做一些让大家觉得说我们有在做这些事情让大家安心。那我是觉得这个阶段最重要的还是把这个讯息尽量用各种管道发出去，所以大家会看到我这一阵子会蛮密集的利用各种不管是大众传播媒体或者是网络新媒体那当然也有个人面对面的接触我会大量的跟大家去报告这一阵子这个我们面对的问题还有我的主张要怎么解决，还有那有机会给我者啦我会安那给台南市看民进党做了给大家感觉不休息的所在这个我觉得我们这个月最重要跟大家报告这件事。就是这样子嘛那其实就是说，其实要做一个选举经营地方基层也很重要在基层这方面，你有没有什么预计要怎么样的什么计划去跑，还是怎样？因为咱即马这个地方选举拢是迄个3合1的选举就是讲咱以前是这个市长选市长议员跟里长并无做伙啦，基本拢是3合1的选举，所以候选人嘛唔定市长一个你比作议员跟里长大家拢候选人。那我当然是希望说在基层的部分只要是这个大家可以志同道合的我是觉得我们都要大家结合在一起去帮台南市的乡亲去服务，争取服务的机会，去打这个仗啦。所以我们一直有提到一个叫做在野联盟的概念就是说那是不管你是你国民党的当然是家己的党籍嘛但是你那是讲无党泛蓝的只要这个大家志同道合，大家就可以一起打拼。那我是认为说，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会去跟广泛的包括里长他们自己可能也是要选嘛对，我会广泛的去跟他们展开接触争取大家的支持，希望大家当有机会共同来拍拼。好，对，所以这是你要接下来要继续来做这个我们台南市长选举的这个准备啦那另外就是说，我们知道说你的父亲就是很有名的政治人物高育仁先生，然后你的姐夫就是朱立伦嘛，那你可不可以谈一下说，其实你的从政跟他们有没有受到他们的什么影响？从政有没有受到他们什么影响？你如果说是从小到大啦这个我爸的影响当然是也算挺大的啦算挺大的。对，当然算挺大，因为他这个总是影响了你不少人生的决定嘛对。比方说这个我会去念台大法律系，可能也多少是他的影响嘛。是他的影响。对，他自己也是台大法律系的嘛。对啊，所以多少是他的影响。对。但是我觉得做重要的一些自己生涯上的一些决定我觉得我是越来越自己要去做这些决定因为基本上他也都80几岁了，所以我们现在一些在这个事业上的、公职上的，或者是生涯上的决定我通常这个不大再去麻烦他，我通常比较多需要商量的是我太太，所以他们俩对，那当然那个这个，所以我爸爸他是一直对我来讲是主要是价值观上的一些影响啦但是我觉得一些
实在的现实的一些决定啦，哈，这可能还是我自己啦，哈。那至于这个朱立伦哈，他自己也有自己的很多事情要忙啊。他们新北市现在也在那个也在选举啊。好，我想他最重要要顾好他的地方啊。对。那其实我们知道说你这次决定要参选台南市长，好像你爸爸会觉得有点不甘，对不对？他好像是说会不会是也有人在讲说牺牲打，然后引攻不甘哦。选举总是那个嘛，家人总是会觉得说，对，你去冒一个很大的风险嘛。这一点啦，这一点啦啊，但是如果决定要做了哈，事实上到最后家人都会抱持着一个支持的态度了。啊，我跟你讲说，如果是这些人里面，大概最有否决权的，就是配偶啊。对，配偶，他总是嗲一点爱不离出皮嘛。那他而且同时，他可能还有自己的事业，或者是家庭要还是得要照顾啊。所以我觉得通常配偶的否决权都很大。那其实从2004年你当选立法委员之后，2008年那一次就是说就选输了。对，选输啊，后来就离开行政院去。对，那之后你为什么隔了这么多段，就是蛮长的一段时间之后，你现在又决定说回来参选台南市长这个点什么时候开始激起你想要选的这个点？我觉得主要是这样，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确实有一段时间我没有在地方从事选举活动。对，我在地方就开始做公益啊，或做文化，或像观光啊这些事情。对。好，那主要会认为说有这样的一个考虑最主要还是2016这个又政党轮替以后。对。那2016政党轮替以后，我觉得这个民进党执政事实上做的。我不要讲得太夸张了，但是做的事实上是后台无万谈啦。那他让大家觉得做的不好，但是国民党在同时让人家觉得说你不是一个可被托付去取代他的力量。那我觉得这个让台湾人未免也陷入一个非常可怜的状态的，是说你对于不满意但是也另外一边好像也没有给你一个好的选择，没什么选择。就是这样，而且我觉得我们台南市已经被人家形容说，反正因这个民进党派什么人都会动算，连派西龟都会动算了那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的讲起来啦，这是对我们台南人的荣誉感对啊的一大侮辱。所以这个事情我想来想去，觉得说，我们应该要来试试看。虽然这个地方很困难。应该要来试试看。好，所以我听起来，我觉得思博你已经准备好要来选台南市长喽。谢谢你的肯定。好，那我们最后就请你来做个结论好了。很高兴能够在这个节目跟这个碧纯聊天我想可能那荧光幕面头前观众朋友有以前苏破熟悉的朋友，但是久无见面我也在这里跟你们问候那希望我接下来走的这一段，争取为台南市民服务的这一段旅程能够得到大家的肯定。你若有什么批评指教大家麻烦免客气尽量来跟我提出来我想我都非常乐意来接受。今仔日感谢大家有机会。空中再会，好，谢谢思博咱非常欢喜今天邀请到哥苏破到咱节目当中然后感恩公益的政见，然后还有他的理念跟抱负，为什么要参选，他的看法，对台南市整体发展他有什么样的建议啦当然伊就是有意要来参选到咱2018台南市长的选举这嘛是爱先通过这个国民党或泛蓝呢，有没有整合出一个候选人之后，是不是由我们的高思博代表国民党或是泛蓝出来参选这后续呢，希望说能够在3月底之前做好这个整合的动作。那可能在国民党这方面太晚推出候选人，不行，就落后人家太多了所以那么期待讲，国民党、红民或者泛蓝方面呢，能够赶快的进行整合让我们台南市民呢，能够有这个赶快看到我们两派候选人，甚至说还有其他候选人，让他们选出大家觉得真正适合来为以后为我们台南市主政的一个候选人，然后真正的一个台南市长。好，那今天再一次跟小高师伯到节目当中，谢谢你，谢谢碧纯，谢谢。好，那么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市民形象节目再会。